歡迎收聽 ePrice Hong Kong Channel。今次我哋嚟到新加坡直擊報道。Poco F7 系列新加坡發表，首推 Ultra 機種，力攻性價比之王。小米旗下品牌 Poco 今日27號喺新加坡正式發表全新嘅旗艦手機 Poco F7 系列，包括 Poco F7 Pro 以及 F7 Ultra， 分別搭載高通 Snapdragon 8 Gen 3同埋 Snapdragon 8 Elite 處理器。延續品牌高性價比嘅特色 ，F7 Ultra 售價只係5000出頭就可以買到 S8E 處理器、2K 熒幕、浮動鏡頭、120W 快充等等嘅旗艦規格手機。其實 Poco F7 系列係小米喺上年11月於中國市場發表紅米 K80 系列之後改名推出嘅國際版本。先嚟睇一下較為大眾注目首部 Ultra 機種 F7。首先，兩部機都支援 IP68 防水防塵設計。F7 Ultra 具有黑色同埋黃色嘅兩種顏色，機背採用玻璃物料，上半部分呈現光滑質感，而下半部分就以磨砂面嘅效果形成對比。另外，兩部機都採用 6.67 寸平面 2K Flow AMOLED 螢幕，解像度係3200×1400像素，並且支援最高120 Hz 嘅更新率。1800 nits HBM 比3200 nits 嘅風色亮度，而 F7 Ultra 就使用 Poco Shield Glass 作為保護。硬件方面 ，F7 Ultra 就搭載高通最新嘅 Snapdragon 8 Elite 處理器，採用 Liquid Cool 水冷技術 4.0， 搭配 3D 雙通道環形冷泵散熱系統，而且搭載狂暴引擎 4.0， 能夠進一步提升遊戲性能。透過 AI 智能排程調度 CPU 同埋 GPU 任務，將效能發揮到極致。另外 ，F7 Ultra 搭載 Vision Boost D7 獨顯晶片，可以將所有遊戲提升至120 FPS 嘅流暢畫面，以及 2K 解像度。記憶體容量配置方面，就有 12GB 加256GB 同埋 16GB 加512GB 兩種容量規格。而電池方面 ，F7 Ultra 達到5300mAh， 並且支援 120W High Power Charge 有線快充同埋 50W 無線快充。相機方面 ，F7 Ultra 搭載3鏡頭主相機，標準鏡頭採用5000萬像素1:1.55寸光影獵人800感光元件，支援 OIS。另外搭配一個3200萬像素嘅超廣角鏡頭，以及一個5000萬像素 2.5x OIS 浮動長焦鏡頭，支援微距拍攝。至於前置相機就係3200萬像素。而較為入門級嘅 Poco F7 Pro 就有黑色、銀色、藍色等3款嘅色系，同樣採用玻璃材質同埋上下唔同嘅雙質感設計。F7 Pro 採用上一代嘅旗艦處理器高通 Snapdragon 8 Gen 3，同樣具有 Liquid Cool 水冷技術 4.0， 搭配 3D 通道環形冷泵散熱系統，提升散熱效能。同一時間，手機支援智能插影格功能，可以提供高達120 FPS 極致順滑嘅遊戲體驗。包括原生設定只係得90 FPS 嘅原神。至於記憶體容量配置方面，就有 12GB 加256GB 同埋 12GB 加512GB 兩種容量規格。值得留意嘅係 Poco F7 系列喺電池容量上面有大幅提升，搭載比 F7 Ultra 仲要高嘅6000mAh大電，並且可以支援 90W 快充，不過就唔支援無線插電。相機方面 ，F7 Pro 就配備雙鏡頭主相機。標準鏡頭同樣採用5000萬像素1:1.55寸光影獵人800感光元件，支援 OIS。另外配置一個800萬像素嘅超廣角鏡頭同埋2000萬像素嘅前置相機。呢一節嘅 ePrice 新聞就嚟到呢度，我哋再會。